再来看台南生化6分寮农场哦，有几10只啼鸡的族群，也毋过最近有民众是发现讲有啼鸡受伤，有诶佫互偷袭。台南市农业局是表示讲，这款行为已经违反动保法咯，会来找出凶手处罚。照有翕的相片顶面，一只流浪犬喙夹了一只红冠水鸡，另外一张是环境纸的脚捡了一支，甚至搁迄条环境纸去用毒死，尸体就摕伫真大的农场内面。事发地点拢伫台南生化的6分寮农场，原本应该是生态丰富的羊，现在煞成为鸟仔类的地角。农民为了驱鸟啦，所以把玉米粒浸泡在那农药里面。环境纸不是它的对象，可能是斑鸠啊，其他鸟类。但是在那个过后，我原本一天可以找到70、80只哦，在那个事件过后，我大概2、3个月连一只都找不到。bom包啊，呢？哦，你无要安怎？伊即摆咧bom包也毋惊你啊。但是想说要安怎？要安怎？就互伊通啊，鸟鼠嘛是你食，嘛无法度啊。较早啦，你即摆毋敢，较无人你咧保育咧，人你用掠着咧。负责做是观察生化区6分寮的农场，大约有数10只的环境纸的族群，但是先前曾经遭受到农药来毒杀，一度是接近灭绝。今年将伊是恢复到40只，但是近半年来又搁发现6只环境纸的尸体，送往特审中心来检验，查出农药是致死的主因，烦恼灭菌的危机就要重演。当初不确定是不是中毒啦，但我是看它玉米田上有一些玉米嘛，所以我连鸟尸跟玉米粒都有送那个特生中心去做检验。它大概在11月底的时候有报告有出来，那确定是一些大8、9种农药的中毒。我们的话，因为水质有中毒的情形，同样，所以我们有在稻谷里面有裹铁粉，裹铁粉的方式。那未来的话，是不是来研究看？玉米来裹一些外壳避免鸟类去误食。鸟友是呼吁相关单位应该像保护关田林甲鸟共款，加宣导友善耕作，莫用农药来保护环境质。农业局是表示，过去长期伫山区的乡镇来宣导禁用毒料、捕兽夹，嘛呼吁民众都一定要守法，唔通意识失大，甚至是涉及刑责。记者王正云台报道。